今仔有真侪劳工团体到立法院，因呼吁调查立委要赶紧完成审查上架工资法的草案。民进党团是表示讲，这个会期应该来做优先的法案。时代力量的党团虽然嘛支持赶紧安排审查，也毋过嘛认为讲上架工资法无应该继续正做选举的口号。最佳工资法草案预告已经5年，行政议会总算伫这个月2日通过，并函请立法院审议。真侪劳工团体甲产业工会早起拢伫立法院的大门口，呼吁调查立委赶紧完成审查最佳工资法，并本届最后一个会期完成3读立法。这部法不大也不多，只有16条，而且已经审了5条。剩下11条应该很快就可以审完。这是蔡政府总统他们政府的一个政治承诺所以在最后一个会期，我们在这里要求他要赶快通过。行政院甲调查局版本调整最佳工资法的参采指标拢无同，民进党团认为法条无偌济，调查也有一定的共识，有信心这个会期来做优先法案。虽然时代力量党团是支持赶紧排审，不过也认为最佳工资法不应该继续变做选举时阵的提款机。其实，在之前已经有讨论过，到第8条、第9条左右，那已经卡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条文，所以我想，在民进党这边，我们是有信心在这个会期，可以列为优先法案，可以立即来处理。难道民进党忘记了自己已经执政8年了吗？在国会完全过半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是可以在现在就尽速来做排审，尽速的立法通过。劳工团体是烦恼这个会期剩124天，若做无法度通过，恐惊会因为会期无连线而延误。希望赶紧完成立法3读，互调整最佳工资，未来袂阁是劳资双方乌白化价，是会当更加制度化、合理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